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头，伊听我写的我所有属你。我上帝，我奉献，这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用灵的相思，你引我到一生，要落主无定，来互主这这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的家己，我虽然无金钱，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写这首歌的人。伊受主的感动，伊要献伊一生的事，才发现伊无什么金钱，所以伊会讲：我虽然无金钱，但是伊用伊的一生来回应上帝对伊的疼痛甲拣选。咱做伙三甲要用感谢的心来献上咱对主的感谢甲爱乐。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头，伊听我写的我所有属你。哦，上帝，我奉献，这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相思，你引我到一世，要落主无停，来互主这切耶，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的家己，我虽然无金钱，用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上帝，我愿意奉献。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用灵的相思，你引我到一世，要落主无停，来互主这切耶，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的家己，我虽然无金钱，用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愿主耶稣，愿咱的上帝接纳咱今仔日伫主的面前所献的，无论你献心、献工、献金，主拢愿意接纳。天父上帝，阮学了你，用阮的一生来成做器具，回应主你的呼召。阮学了主无停，一世人跟对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将行动的电话关机，安静心来敬拜上帝。咱来吟圣诗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
福音的静声。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参加来因圣诗307首，当圣神伫我心，请起立因全首。亲像早时代你学，当成心伫我的心，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你学，我要学落主，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你学，我要学落主，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你学，当成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你学，当成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你学，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你学，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你学，当成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你学，当成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你学，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你学，我
请咱有缘兄弟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他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共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大命。阿免。较济，三甲来交托启应文第54篇，马太福音第5章。现着我来刻，请兄弟来印。启应文第54篇，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腰喙焦心目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大权能的主宰，伫你无恶正的事，伫阮的生活当中会拄着侪恶担当的事，你教阮实际心内软弱，无人通倚靠，侪责任甲重担，互阮会野会先添加倒落去。但是你有应允，野善的人你赐因气力，软弱的人你加添因能力。阮要秘伫你的实骨下面，你的信息诚做盾牌来保护阮。我靠你就会当得到新的气力，来赢过所面对的苦难。求主帮助阮，毋是逃避苦难，乃是伫苦难困难当中，犹原牵着上帝的手。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上主的羊羔，自甘卑微，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除去世间人的罪孽。阮通得到主耶稣做阮的朋友，是比一切搁较宝贵。你会当洗清阮到完全，有忧伤你来安慰，有患难你来救，叫阮一切的忧虑拢交托互主。阮受着试探的时，有主做阮坚固的关台。虽然撒旦诡计多端，有主耶稣做阮的大牧者，时刻看顾出入，得到平安，并且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现在阮已经领受主所赐来的圣神，毋是要互阮倒转去做奴隶，受着罪恶的压制，抑搁生活伫惊吓当中。阮所领受的圣神，是要互阮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诚做上帝的囝儿。靠着圣神，阮通大声叫阿爸爸啊！靠着圣神，阮通结出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的果子，甲兄弟姊妹和睦和好，会诚做一群归属伫大牧者。感谢主，圣神也赐阮每一个人有恩赐，是要互大家得到利益，就是伫智慧、
财目、信心、替人祈祷、帮助人，伫你教会顶面善用这互阮的才能、温数，具体彼此相顾，一同快乐，互主来得到荣耀。所以，阮就爱切切追求，搁较重要的温数就是仁爱。人甚至拼出所有的财产去救济有病的、丧凶的，也是不惜一切献身躯互火烧。若是无仁爱、无疼心，就拢无利益。仁爱是热诚，并且亲切的关心别人，设身处地的去关心别人的一种疼。这款的疼，毋是阮人会当家己受养出来，是对圣神来的赏赐。求主帮助阮，追求互圣神引带来生活，顺坦圣神来行。靠着圣神赢过本性有梦的引诱，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主所欢喜的。恳求上帝甲阮改造，心智渐渐得到更新，互阮通知影什么是你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旨意。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救赎我平安。献诗圣歌队要用哦，只圣耶稣带领咱来学了上帝。
今天咱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现代台语译本是伫第110页，马可福音12章41节。耶稣坐伫圣殿奉献柜的对面，咧看人献钱落去，真侪好野人献真侪钱。有一个散车的寡妇来献2个铜钱仔，就是1角银。耶稣叫门徒来，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即个散车的寡妇献入去奉献柜个，比正人献的搁较侪，因为因拢是献用剩的。毋过，即个寡妇虽然真散车，也顾摕所有的，就是全部的生活费拢献落去。今仔日，林牧师要甲咱正道的信息是奉献的意义。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时间过到真紧，今仔日是6月最后一个礼拜，意思也就是讲，今年咱已经过一半去啊。过来就要进入到暑假，真侪遮的学生参加考试，进入到伫学习的另外一个阶段。学习有一个阶段，不断伫咧精进，咱信仰的功课嘛需要不断来学习、操练、追求成长。所以，伫咱的信仰顶面，也是一段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过程。囡仔、青少年因的身量、知识来得到成长，咱每一个人伫咱的信仰、灵命来得到成长。特别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咱嘛来学习咱的奉献的实践，嘛爱来成长。伫马太福音第6章21节，安尼讲：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会伫遐。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当咱进入到这圣殿，上帝就是咱全心全意所着来思想甲意爱的。邀请咱每一个人，将咱的疼来献伫主的面前，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差派你的独一圣囝耶稣基督来救赎阮的性命。你的独一唯一，你所宝贵的囝，你命定伊来为阮钉伫十字架顶，来牺牲，所以才有今仔日，阮会当进入伫你的圣殿来服侍你，来敬拜你。因为阮是一群领受主你的救恩的人，阮是受你所拯救，对黑暗入光明的人。感谢主主治阮的心，伫你的面前来思想主你真理的话语，献上阮的感谢，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教会中间，咱拢常常伫咧讲，咱着爱奉献，奉献金钱，奉献咱的工，奉献咱的心智，甚至奉献咱的性命、咱的心思意念。奉献，若是毋是出自对上帝的听，人的奉献真有限。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强调疼人、疼上帝。有疼上帝的心，才有真实的奉献。咱的信仰是一个不凭眼见，乃凭相信，是凭着咱内心的信心，伫咧挖靠上帝。所以信仰不是凭眼见，乃是凭相信。这就是圣经所讲，咱的话，毋是靠目睭看。是靠什么？是靠信心。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安尼，咱要怎样来表达咱对上帝的疼？安尼的心呢？就是通过学习，通过培养，通过操练，然后会当落实。特别一个基督徒落实一个视线，到底是哪视线呢？就是爱献心、献心、献工、搁献金。什么是献心？献上我们的身体为祭。当咱来礼拜，当咱伫礼拜中间做伙吟诗，这就是用咱本身的身体、身躯，诚做一个活祭，献伫主的面前。什么是献心？献心就是献上咱的心思意念，咱的心灵。特别当咱咧祈祷的时阵，咱就是咧献咱的心。当咱第一伫教会上帝给的需要，咱献上咱的心，咱的心思意念。什么是献工？上帝予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才能、才调、才华、恩赐、能力，咱用这个工伫咧服务教会、服务众人、服侍上帝，这就是献工。什么是献金？献金就是献上咱的经文，咱所看得到的金钱。咱来想看卖，对过去到现在，咱献予上帝上好的是心意。我们给上帝最好的是什么？今仔日透过这段寡妇奉献的经文，我相信真侪人自细汉就真熟悉的故事。这段故事，互我想起过去真侪教会奉献规拢系伫倒位？拢系伫礼拜堂的入口处，放着那个奉献的柜。信徒要入去礼拜进前，因就先安那将现金投入去奉献柜、奉献柜，然后进入伫圣殿做礼拜。嘛有教会将这个奉献柜下伫讲台的头前，伫奉献的时间，信徒爱一个行出来奉献。现代教会用什么方式？就是咱即摆的方式，传递奉献带的方式。伫礼仪，这有一个真大意义。当咱伫咧行出来，就是一个行动的代表。当咱伫咧传递奉献带，咱将咱的手摕着金钱投入去的时阵，嘛是伫咧上顶，咱将咱的生命、将咱的全人完全奉献予上帝。所以咱所投的，毋是干那金钱，是投入咱本身。今仔日这段的经文是发生伫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的迄礼拜，阁无几工就是搬过节，耶稣就要面对受难受苦。伫这个时阵，伊坐伫圣殿奉献柜的边仔，伫遐咧观察每一个奉献者。经文讲，耶稣进入圣殿，看着民众把钱投入银库里。伫迄个时阵，富有的人因奉献真侪钱，总是有一个寡妇，照圣经记载，伊奉献2个铜币。这段经文伫路加福音、伫路加福音21章详细嘛有记载这个故事。不过伫路加福音特别有讲到，这个寡妇是一个穷寡妇，是一个送香的寡妇。寡妇就已经真可怜，加上伊是做送香的，所以这位送香的寡妇，伊奉献这2个小银仔，通讲是伊全部的生活费。耶稣讲，这穷寡妇投入银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为什么耶稣会安尼讲呢？因为继续经文讲，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
但是这个寡妇是将自己的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竟然是将村的提出来，倒入去奉献归。总是这位送养的寡妇是将伊的全部倒入去奉献归。兄弟姊妹，伫咱的心上，咱所有的检菜真有限，咱所会当摕出来，所会当奉献的检菜嘛真有限。总是上帝要爱咱学习一项功课，就是伫咱有限的中间，咱有愿意奉献。有一句话安尼讲，上帝他不只是要我们有的，连我们没有的，他也要。这是一句真水的描写。上帝不是看咱有偌济，伊是要看咱的心。上帝所要爱的是什么？是咱的心。诗人会祈祷安尼讲：上帝，你所要爱的者，就是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所以，就算即使是我们忧伤的心、痛悔的心，上帝伊拢接纳。伫经文一开始讲，耶稣对阮口坐的，要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经文一开始讲，耶稣坐的，伊要看众人安怎投钱入去奉献柜。检菜这个投钱、投入钱的动作，伫人看是一个动作，是一个奉献的效果。总是伫这个所在指出，耶稣伫咧查看咱每一个人奉献的动机。上帝他要查看咱内心的动机。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奉献？申命记16章16节讲，咱做伙读，唔通空手见上主。华语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意思就是讲，咱得爱带礼物来见上帝。咱拢会送咱的人客伴手礼，对人拢会安尼，何况咱是对上帝。上帝伊毋是看礼物的贵重性，毋是看你用偌济钱去买这份礼物。上帝伊所看重是咱的心意。所以，这个寡妇奉献2个铜钱啊，互耶稣纪念到大。咱来做礼拜，咱带什么礼物来献互主呢？我想透过这个送养的寡妇奉献这个故事，对咱的信仰有一个真好的提醒。咱来操练奉献的心，奉献就是一个对上帝感谢，要报答回应上帝的疼的一个行动。同时，嘛是伫咧操练咱的信心。一个基督徒爱有整全、焦整、完整、4个面向的奉献，就是伫一开始所讲的4线。咱可以记一无？哪些4线呢？献什么？献心，阁有献心，阁有安那献工，阁安那献金。特别伫金钱顶面，信徒爱养成每一个月奉献的好的习惯。你每一个月，咱就注意着上帝互我伫这个月的恩典有偌济，我要怎样将这个恩典来分别一寡分别罪行，来提到主的面前，来奉献互伊，表达咱对上帝的感谢。
这上时嘛是伫咧养成咱一种信用的纪律。信用有一个纪律的一个表现甲操练，好亲像咱逐礼拜来到伫教会，有一个纪律，7天的头一天，7天的头一日，咱就是来到伫教会来敬拜上帝，来服侍上帝。同款伫每一个月，咱注意着咱的财务的分配，摕来到伫主的面前来奉献。这个送香的妇人人只有2个铜钱啊，其实伊嘛会当为着家己保留一个铜钱，对无？伊免2个拢献，伊当献一个就好。总是咱看到伊毋是干那献一个尔，伊是毫不保留、无保留来做完全的奉献。所以伫遮，伊互耶稣看做伊是比遐个富有的人奉献搁较侪，因为一个送养的寡妇，伊是完全的奉献，伊无保留，伊互主的毋是剩的，伊互主的是伊所有的。耶稣伊为着拯救咱世间人，献出伊的性命，伊若有保留，伊就袂安尼做。咱用这个观点来看咱的奉献，所以耶稣伊无为着家己来保留伊的性命，用伊的性命来拯救咱，互咱来得到恩典、恩惠、救恩。这个为咱献出完全性命的主耶稣，敢无值得咱慢慢为伊来奉献呢？所以对这个送养的寡妇的奉献，咱来学习几个信用的道理。第一，咱奉献的时阵，要有正确的动机。动机无人会知，咱人的动机是稳重的，只有上帝知。所以伫奉献的时阵，第一，咱甘心乐意。经文讲，逐个人着照家己所决定的来献，毋通毋甘，嘛毋通勉强。上帝疼欢喜奉献的人，记载伫哥林多后书9章第7节。咱着照咱逐个咱心内感动，毋通毋甘，嘛毋通勉强。第二，咱的奉献要有单纯的心思。什么是单纯？单纯的心思就是咱无为着利益，无为着好处，无为着名声，无为着人的眼光，无为着人情世事，咱单纯用感谢上帝、疼上帝、疼教会、回应上帝的心来奉献。这就是第一点正确的奉献的动机。第二，奉献是将咱对上帝所领受的，咱甘愿行主，行互主做器具。这咱啊，亲像咱伫奉献的诗，古圣诗306首，咱安那念：我的金子献互，我的财情献互你，甘愿向你做器具。咱句的是咱以前常常安尼念。所以咱的奉献，无论是金钱、咱的财情，咱拢是搁献互上帝来做器具。咱可会记起这首古圣诗的奉献诗无？我的金子，咱做伙来吟噻，来。表示这首歌，主
自细汉就刻条伫咱的心，毋免伴奏，咱嘛会当吟出来。所以奉献就是安尼，咱甘愿幸福主来做伊的器具，做伊圣工的路用。第三，上帝看重奉献的人，因的心思动机，人真软弱，伊会看奉献的效目数字，总是上帝要查看奉献者心思动机。经文中正人所投的是一个金钱，总是这个送养的寡妇，伊所投入的是伊对耶稣完全的听。什么是完全？完全就是无为家己来保留，无计算家己，伊要先得到偌济。对伊听的人，伊就是安那义无反顾，将伊的关心、利益、关怀，及时的帮助。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上帝看人的奉献，毋是咧看人奉献有偌济，伊是咧看人你为家己保留偌济。我们为自己保留了多少？咱个互上帝是偌济？所以正人所投入是金钱，这个寡妇伊所投入是伊完全对主的听，完全就是无为家己来保留。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话：上帝看人的奉献，不是在看奉献多少，而是在看人到底为自己保留多少。这个送养的寡妇，伊无为家己来保留。第四，伫奉献的行动顶面，咱爱学习培养操练，毋是干那停留伫遮，咱爱落实奉献的行动。除了欢喜献工服侍以外，咱嘛爱欢喜献金，通互上帝的圣殿有教业的奖励。这就是顾念神的家。其实，这个奉献的功课是爱教导，特别诚做一个长辈，咱爱去教导，嘛爱提醒咱的世世，咱的囡仔，咱的子孙，爱为主来奉献金钱，爱教导，爱提醒，互因会当用现金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伫我细汉的时阵，每一届到伫一年拢有真侪遮的节期、教会节期，或者是生日，或者是有啥物特别感恩的，我的老母、我的妈妈，伊就会准备好一包红包互我，毋是要互我哦，伊是甲我讲，怡娟，这个奉献是要互你较等伫礼拜中来奉献互上帝。我的姐姐是一个唐氏症的囡仔，迄时阵我的爸母伫咧牧会的时阵，伊有愿为我的姐姐来奉献。一个智龄1、2岁的一个唐氏症的囡仔，伊嘛无明白奉献是甚物，总是我的老母老爸嘛写一包奉献，为伊来奉献。所以，这个真敬虔奉献的一个行动，会影响一个囡仔一个画面，一个信仰真定根的一个生命的故事，会陪伴伊到年老。所以，伫这个时阵，伫教堂，我嘛为我的天天要主日来记日为伊准备一个奉献，提醒伊。所以我相信，一个囡仔会对伊的父母敬虔的奉献的意念，甲一个行动，这个囡仔自细汉到大汉，伊会学习到奉献的道理。
真侪信仰的功课，毋是用喙去教，是用本身的身教去行出来，然后行离世世军队。所以真侪信仰的代志，伫教会嘛是共款。咱的青年，咱的后辈，要看咱在座长辈怎样听教会，怎样听传教者，怎样在奉献心、献工、献金、献心，因目睭拢咧看，然后因咧军队。伫我牧会的教会中间，我捌看见足侪奉献真甘心的人的故事。某一个妇女，伊伫菜市仔伫咧卖菜。咱想讲，伫一个菜市仔咧卖菜的人，伊有偌济钱呢？总是伊卖菜的时阵，伫每一工结算的时阵，伊会将伊囡仔所收入的摕出1/10，摕一边，我这边要献给上帝，这边是我家己。伊就累积，然后到伫要奉献的时阵，伊摕来伫教会奉献。伊伫咧工作的时阵，伊就伫咧顾念上帝的家，伊就伫咧实践奉献的行动。某一个老兄弟，其实伊的经济真无好。伊到伫晚年70几岁、80几岁，伊咧捡礼纸，因为伊无啥物工作通会当做，有少年吼，然后到年老，伊会当做，伊就捡礼纸，资源回收。伊想讲，伊嘛做健康，总是嘛会当趁一寡钱，伊就累积遮的钱，到一个少业，伊就摕来教会奉献。伊遮的钱是伊捡礼纸。1块、2块、7块、10几块、20几块，安尼累积起来，到伫一个数字少百，摕来教会奉献。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伫遮要看咱奉献的动机，咱怎样来将奉献这项事来定义？除了献工服侍。咱嘛定义来献金。有人问上帝，有人问上帝：你愿意有100个90%将家己奉献给主的人，还是你要爱10个100%将家己奉献给主的人？好，有人问上帝。你愿意有100个90%将自己奉献给主的人，还是你要10个100%将自己奉献给主的人？咱想上帝安怎回答？当然，上帝比爱咱100%，愿意甘心乐意，单纯心思。听上帝的心，为伊来奉献。所以，伫遮上帝伊毋是伫咧看一间教会，伊的聚会的人数有偌济。上帝伊嘛毋是伫咧看一间教会，伊的奉献有偌济。上帝伫遮咧看一间教会内面，到底有偌济人？会当毫无保留的，亲像这个颂扬的寡妇，愿意将家己献上，无论伫献身、献工、献心、献金，就是你完全的奉献。透过这位颂扬的寡妇的奉献，提醒咱，耶稣伊伫咧看，咱怎样伫咧奉献？耶稣在看。我们怎么样奉献？伊要查验咱的动机，伊要看咱的心思意念，伊要看咱的心。当咱咧奉献的时阵，咱是怎样如何来准备我们的奉献？我的老母甲我讲，
你要奉献的时阵，对你的皮包啊所拿出来的钞票要是最新的，兄弟姊妹，提出上新的迄张奉献给上帝，唔通将迄张破破烂烂的，你想讲无人看到，我甲旧的献，因为伫遐耶稣伫咧看咱怎样奉献，提出你上新的迄张来奉献给主。咱来吟一首，我心充满感谢，因为主咱对咱每一个人的感谢，对咱的恩典，值得咱来感谢。主对咱的怜悯的疼痛，伊疼咱、赦免咱，互咱来归属伫伊，伊为咱献上伊完全的性命，这就是咱爱为伊来奉献上大的原因，因为伊已经为咱完全来赔命。感谢的心，做伙来吟，我的心充满感谢。我心来感谢，主耶稣怜悯的疼痛，伊听我赦免我所有伤的，主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平安，我的心甲嘴巴，我在灵甲相思，令我到一生，要落主无天来付出最罪业，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金钱，用我微微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主接受我奉献，主接受我奉献。主，我感谢你，你的恩典这么大，你怜悯我、疼我，为着赦我的罪，你为我定死伫十字架顶，你无保留你的性命，为我来流出宝血。主啊，互我来到伫你的面前，我也要讲，主，我愿意完全来献上我家己。检测阮所有的真有限，检测阮无什么金银，无什么种的钱财。这是主，阮有才能，阮有臃肿的身体，阮会当来祈祷，嘛会当来服侍服务。主，我恳求你，互阮愿意伫你的面前讲，主啊，阮愿意。将阮家己一切所有来献上，主啊，你毋是要爱阮的所看得到遐的所有的金钱，主你要爱是阮的心，阮常常伫意来思考奉献的意义，也常常伫意着上帝你的家需要有遮的教业的食物，主求你帮助阮，无为家己来保留。因为阮要积聚财宝伫天里，求主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因回应的诗，圣诗380首，咱甘心的奉献，咱吟2遍，最后再唱阿文。请起立来吟全首。主听见大无比。
心的奉献，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无味，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阿门。那这，请秉营执事、主会执事来书献。咱掀开周报的第3页，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大家线接来读2遍。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即个善食的寡妇，献入去奉献几个，比正人献的搁较侪。马可福音12章43节，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即个善食的寡妇献入去奉献几个，比正人献的搁较侪。马可福音12章43节，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即个善食的寡妇献入去奉献几个，比正人献的搁较侪。马可福音12章43节。周报的第3面，则有本周的聚会表以及礼拜的事项表，请咱这一一来看。第4面，小会公告，
第一，接纳黄品珍，真做咱本会的陪产会员。第二，咱来看本会的消息。第一，本主日下晡3点，伫咱的母会柳园教会要举行张君勇牧师就任青年牧师受职感恩礼拜。陈牧师会代表前往参加。顶主日，咱的小提琴班成果发表会，总共有35个人参加。第二，本周的祈祷会是为着5万小组来代祷，欢迎参加。第三，7月初6开始要进行咱教会甲各团契上半年度的校谱来检查，请财务部各团契的会长将你的总账、分类账、传票、存折伫迄个簿册面顶签名了后，经理交到办公室，由查校员黄立勋、杨雅婷来检查。第四，7月12拜六暗时7点半，台中圣乐团伫恩光浸信会举办2025年的年终音乐会《荣耀之声》，本会黄立勋、陈宣慧、郑百里有参与演出，欢迎兄弟来前往欣赏。第5点，第3季的庆功分担表已经印好，也伫周报欢迎咱兄弟来致意咱的服侍也是甲需要的来到办公室来领取。第6点，新安宫第3季的新安宫读本已经来请咱兄弟致意去办公室来摕。第7点，咱全教会的4年的读经计划，本周的进度是《使徒行传》第18章23节到24章下面关怀协会消息，今仔日主日礼拜了后，伫1楼的副堂要举行健康讲座，生活毒害甲食品的安全，请已经有报名的38个人。兄弟咱礼拜了后准时来开始健康促进拜1个甲拜4的这个乐龄教室伫7月份有新的课程要开课，欢迎参加。周报的道路面，咱来看第1点四海读经班，咱请有参加启示录的线上查经的兄弟注意。咱时间拜2、拜3的上课的时间，来看第5点乡里团契。乡里团契伫7月13日有生活分享，由家福中心的魏继礼处长来主理。7月27日要邀请李明仁医师来传达分享中风第4就是8月初10。由郑尧生技术来主理生活分享。第7点主日2伫7月初6，主日上午11点到12点伫4楼副堂要举办亲子悄悄乐音乐课程，由林义关牧师来做指导，有午餐，欢迎小朋友也是爸爸妈妈做伙来参加。第2点8月23到24要举办儿童夏令营。主题是感光星球，报名到明仔载截止请已经完成报名的学员准时来参加。第3点9月27拜六，主日2要举办1日游，要去到台南玉井这个所在的南营天文馆伫遐来旅游，若是有参加夏令营的主日学生免费。无参加的主日学学生收费是500块。周报的第6面，咱为着主日学的夏令营会当顺利来平安来举行来代祷为着咱这细囝开始晓热求主帮助因有听小光阴的听小时间的智慧，逐工嘛会当读经祈祷那继续为着乌金林兄弟来代祷。
就部的第7页，才有顶周的防疫报告。若是有错误的，请财务部长、民主组长老来反映。下面介绍新朋友来到请安，请牧师。今仔伫咱中间有善道兄甲苏尔长老的公主吼，两位公主伫咱中间有黄祥启甲黄玉忠，咱请伊起立，咱甲拍拍欢迎哈。特别玉忠对美国回来哈，欢迎祥启玉忠哈。伫咱中间就是怀丽有回来哈，好怀丽好啊，敢阁有新来的朋友。我看到背风兄的边啊，是那个，我们介绍一下哈，来那个背风兄的公主阿加新妇哈 ，OK，welcome， 欢迎哈，好，安尼咱下面要做伙来祈祷。咱为着咱的机体中间有遮个身体艰苦病痛、心灵郁闷的人，咱知的时阵，咱就伫心内，或者会当讲出来替因来祈祷。咱这时阵，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组织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伫阮的机体有侪遮的兄弟姊妹，对细汉到年老。互阮当做伙伫教会大家庭伫遮来展现阮信仰的生活，总是伫阮的中间也有真侪遮的年长的长辈，或者是兄弟姊妹，因最近遇到遮的艰难，也有伫病院伫咧治疗的，也有伫厝内伫咧治疗静养的，主我拢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将这的病痛，求上帝你怜悯的恩典来施落伫这的家庭的中间，互因无失去信心，无失去耐心听候的心。主，阮伫你的面前要恳求你，特别求上帝来医治真侪遮的心灵郁闷悲伤，遇到艰难讲袂出因的艰苦的人。圣神，你用吐讲袂出迄种的吐气，为阮来祈祷。主啊，就是亲像诗人所讲，忧伤痛悔的心，上帝你无看轻，互阮来到伫你面前来就近你，来亲近你，来确信主你是个真个活的神，阮是会当来向你求讨的，因为你是疼阮的爸上帝。主伫遮，阮也要为着伫顶礼拜，伫阮的中间，伫遮来成人洗礼的品真祈祷。主啊，阮的青年伫教会家庭受着栽培，伊愿意伫主甲众人的面前，伫遮来立志，受洗，成做上帝国，成做独行教会一份子。求主，阮感谢，阮感谢你。求主继续来训练阮伫后一代遮个青少年，甲儿童主的学，每一个遮个囡仔因的心，主啊，互因伫教会遮得到好的信仰的栽培，总是上帝求你嘛，互阮遮个带领的人，有对你遐来属于圣神的聪明智慧，知影要怎样将这信仰宝贵的功课。来教导阮的后一辈，互因会当有一天承接着独行教会服侍的条件。主伫遮，阮也要为着伫昨伫阮的圣殿举办圆满成功音乐会宣会来祈祷，抑阁有今年嘛毕业的百里，抑阁有伫国外的结义。也阁有真侪遮的家庭有因的子弟伫国外咧工作生活。主啊，阮恳求你保守遮的青年，互因日子中大，毋若是有才情、才能，阁互因信仰定根伫耶稣基督，互因用疼来服侍，
用听上帝的心来回应上帝对因人生道路的安排。主，阮相信你要互独行教会，搁一摆来复兴，透过每一个家庭，将家己愿意献上，愿意来遵守上帝你的诫命。阮相信下一代要搁兴起伫主你的国度内面，继续来起造独行教会。主，阮感谢你，为着今仔日阮的美好，所有的组织做伙来礼拜，同心敬畏耶和华上帝。阮相信有敬畏的心，主你就要成阮伫教会所做每一项事。若是照主你的旨意来行，每一项事拢要成。主，因为靠着主凡事拢会，训练阮的信心，操练阮的心，伫主你的面前，互中职兄弟姊妹做伙来起造主你荣耀的国度、荣耀的教会。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时阵做伙来吟一首我用主的听的心声听你，咱做伙来吟一摆了后，咱来行平安嘞。做伙来吟，我用主的听心声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心声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心声来听你，咱做伙互相来请安。当然，由原徛地来吟尾边的诗，圣诗391首，俄勒天顶主宰，因是煞者无私足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请坐，坐。